中市政府宣布，2020年的灯会，中台湾的注定是出名的网家人物鲁鲁米。也有不少人认为鲁鲁米是河马，所以才会搭配着马年将做注定。但是其实鲁鲁米不是河马，是来自芬兰的团水生物，甲马年无关系。市长罗秀燕讲，就是有真侪人认为鲁鲁米是河马，所以这个美丽误会嘛算是甲马年有一个趣味的连结。台中市民广场出现超大型20公尺悬、有够古锥的网家人物鲁鲁米，规身躯白色色，围一条蓝色的围巾，倒手摕一粒苹果，边仔也有野餐拿。小朋友拢感觉有够古锥。鲁米，它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妈妈告诉我。每少囡仔拢是听因爸母来讲，才知影伊号做鲁鲁米。古名，但我们小时候都叫它鲁鲁米。有人了准伊是河马，其实伊的官方中文名号做五明，是来自芬兰传说的成分，甲河马无关系。伊是今年台中中台湾灯会注定，不过长得像河马，好像不太搭，跟马这完全没有关系。小朋友会喜欢啦，不过这个还是充满了这个作秀的意味跟牵强的意味了哈。希望卢轩真正能够把这个环保的工作做好，才不会辜负我们用这个芬兰的鲁鲁米来做我们的主灯。今年挂灯的造型是鲁鲁米骑铁马，替背了哈，铁马哈。至少替背是背啦哈。是讲鲁鲁米不是马，也不是河马，太讲做每年注定嘞。小朋友都说你就是河马，你长得就是河马啊，有趣的方式哈，提醒大家明年就是马年。老秀员讲，就是因为真侪人也准鲁鲁米是河马，也不过其实不是。这个趣味的误会也会当甲每年做连结。而且芬兰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出来全球上幸福的国家，呼应台中是全国上幸福的城市，所以中台湾灯会注定才会景鲁鲁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